下來繼續來看花蓮的萬榮鄉，有2個國小的學生，互收仔車弄甲昏迷重傷。這個肇事的駕駛是萬榮鄉公所約雇的人員，竟然在中晝休困的時間啉酒，甚至是拒絕酒測。警察嘛真喊過，竟然直接把人放走。鳳林警察分局嘛承認了，講這個員警處理的方式確實受疏失。有喝酒嗎？昨天中午10點。收仔車車門全部拍開，查甫人並推警察在咧調查，動作閣敢若真慢吞。回扣了，是扣了在你們那邊。沒錯，然後要拒測嗎？對，拒測。查甫人閣在咧細心嘛，拒絕做酒測，伊是萬榮鄉公所的藥品人員。昨中晝12點多，伊駛收仔車經過花蓮萬榮鄉民利村，花40公里差不多800公尺所在，未赴達東亞弄到一台電動腳踏車，互兩位細病含細樣的查甫囡仔當傷閣昏去。查甫囡仔從傷口病院急救，人細病查甫囡仔閣是西林村長陳中玉的孫。在加護病房觀察，肋骨這邊醫生說斷了8根肋骨，然後還有臉部多處的擦傷。細病的查甫囡仔是走標代表隊選手，利用休羅放卡含特別性國中1、2亞細樣的查甫囡仔，要去到民利國小練習，被正中昏，結果煞發生意外。你今天很正常的回答我，那你臉色沒有潮紅，現場吻沒有酒味，眼睛沒有泛紅，回答。你思緒是正常的，所以我們才選讓你拒測。警察當時認為陳先生人無頭髮怪怪，落尾嘛無報請檢察官強制採檢，和身為家屬的村長看不落去。為什麼要拒絕酒測？這表示他有喝酒。處理的程序呢確實有疏失。那這部分呢，分局跟警察局呢已經在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。將事故處理人員呢，做調整。警察後續雖然已經報請花檢，申請強制採回檢驗，不過攏受辦啊，無檢到酒精反應，無法度證明酒駕。就算陳先生後續叫函送法辦，不過公務人員依法犯法，和家屬攏無法度接受。